上帝啊，你的义真悬。上帝啊，你捌行大的事，实水会亲像你。你是互阮历过济济大患难的，你要互阮搁再起。你也要对阮拯救，对地的深渊起来。撒迦来吟圣诗，圣诗第88首。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请咱来吟第1节、第2节甲第5节。请起立。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受定受过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予我真着惊，着惊，着惊。自受定受过你有伫遐无？做梦过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予我真着惊，着惊，着惊。做梦过你有伫遐无？请咱游园徛伫，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就全能被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撒迦来启应，启应文第48篇，上时也是以赛亚书第53章，伫圣诗的后面1085页。咱所听的，啥人会相信啊？上主互伊的仆人，亲像新的影布出来。伊无好形状，
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伊黄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伙，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的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济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济人的罪。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一礼拜的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即使有犯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过犯。出外的兄弟，求你保守因脚步的平安。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来医治因。全能的上帝啊，你有用所听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阮，互阮通归属你。求你用你听来催逼阮，无过为着阮家己来活，反正会为着替阮死来个活的主来活。伫逐款的危险中，求你保护阮；伫拢总的试炼中，求你互阮会得胜；伫逐款的苦难中，求你互阮有勇气甲吞忍。但求你照着张传道今日所传讲的事实，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平平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阮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来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你新约希伯来书第9章24节到28节，和本圣经320页。台语汉字本圣经257页，希伯来书第9章24节，因为基督毋是入人
下手所做的圣所，最真圣所的影像的，就是入地真的天，他为着咱这个显现伫上帝的面前。25节，伊也免用家己斗献，亲像遐个祭司头当年用牛羊的血入这个圣所。那安尼，就基督对创造世间以来，就斗受苦，独担伫这个世代的落尾，伊一摆出现，献本身做者，来除去罪。27节，各照所定着的，人有一摆会死，以后有审判。安尼，基督已经一摆拄着现，来担当济人的罪过。要第2摆，对仰望伊的人出现来救因，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是请圣歌队赞美。赞美的诗歌是超出名册。
正道，今日张传道要为咱正道题目是“甲基督一同死国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开始分享今仔日的信息的进程，我要请问在座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座做父母的，我要问你：伫即个世上，敢有一个人是你所疼的，而且你所疼伊的程度，是你愿意为着伊牺牲你的性命？敢有即个人？你身躯敢有即个人？我相信有吼，尤其是做父母的，真有可能为着你的囝儿，你愿意牺牲你家己的性命。这就是咱所讲的为父为母的心肠哦。歹势，这句话我较袂晓用台语来表达，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若是安尼，我要甲在座所有做囝儿的人讲，你敢知影？这个世上有一种人，真有可能对你讲一句话是啥物？我愿意为着你牺牲我家己的性命。这个人真有可能就是你的爸爸也是妈妈。你可能有听过一种情形，就是一个做囝儿的人做了真伤天害理的代志，结果予这个法官判死刑。面对这个做囝的要予人处死。伊的父母真有可能去哀求这个法官，这父母有可能哀求讲：若要有一个人要死，我愿意替伊死，拜托莫杀我的囝。但是安尼敢会使？一个人敢真正会当代替另外一个人死，来赎伊的罪？我毋知影，敢有一个时代，也是一个国家。因的法律是会当接受一个人替另外一个罪人来死，但是我要伫遮甲恁讲一个真残忍的事实：伫咱上帝国的律法中，人无可能代替另外一个人死来赎伊的罪。为什么呢？你敢会记得我伫遮有一届分享的时阵，有分享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就是伫上帝律法面前，这个世上无一个人是无罪的，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我嘛讲过，旧约圣经中间只有3个人，互圣经的作者称作完全人。这3个人是啥物人？第一个是拿亚，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第三个是约伯。迄阵我嘛强调一项代志。就是这3个完全人，嘛毋是从来毋捌犯罪。安尼讲起来，咱哪会知影？这个世上只有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这项代志为什么真重要？为什么真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伊才有资格替咱献上所赎罪的罪。为什么呢？在座的父母啊，你甲我拢是罪人。一个有罪的人，敢有法度替另外一个罪人受死来赎伊的罪？袂使啊！因为你爱赎家己的罪，拢无法度啊！你要安怎赎别人的罪？所以伫遮，我要甲恁讲，耶稣基督伊有资格替咱赎罪，因为伊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犯罪的人。只有完全圣洁、无犯罪的人，才有资格替咱赎罪。这嘛是为什么咱会讲耶稣基督是咱的代罪羔羊？因为伊完全替咱献上伊家己的身体、伊家己的肉体、伊家己的心智、伊家己的灵魂，来赎咱所有的罪。为什么我会讲到肉体、心智甲灵魂？这点我等者讲一个较清楚的说明。但是即马你要先知影，耶稣基督有资格替咱赎罪，是因为伊是一个从来毋捌犯罪的完全人。第二点，
我要详细说明的是，咱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道成肉体，就是咱所讲的道成肉身。恁敢知影道成肉体是啥物意思？恁敢知影为什么上帝爱将道这个物件成做一个肉体来到世上？咱先来看道是啥物意思。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就有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地。兄弟姊妹，你注意看，伫遮讲了真清楚，上帝的本体就是道，也就是讲，上帝就是道。道成做道成肉体，就是上帝成做肉体。那安尼，上帝为什么爱成做肉体？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伫旧约的时代，从来毋捌有一个人真正看过上帝生做啥物款，连摩西嘛毋捌见过上帝的面。咱知影有一寡先知，伊有听过上帝的声，嘛有看到云条、火条甲荧光，但是旧约时代无一个人真正见过上帝。兄弟姊妹，你爱知影，咱人类啊，咱人吼有一种软弱。什么软弱呢？就是咱较无法度相信一个咱从来毋捌看过的物件。讲较白，咱无法度相信，咱较不容易相信一个从来毋捌看过的上帝。安尼讲起来，若是历史上从来毋捌看过的上帝，从来毋捌有人看过上帝，咱软弱的人类就真困难去相信这个上帝。上帝因为体贴咱的软弱的缘故，伊就将道这个物件，就是伊家己成做一个咱会当看会到、摸会到的耶稣，来到咱的中间，互咱有机会更加了解天顶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有什么款的个性，什么款的特质。也就是说，他让我们了解天上的这位上帝，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神性。这就是道成肉体真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体贴咱的软弱。道成肉体，还有第二个真重要的意义是啥物呢？兄弟姊妹，你敢知影？若是用三一上帝的概念来看，耶稣就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独一圣子，无毋对。但是，伊嘛是上帝本身的另外一个形象。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就是耶和华。安尼，你敢会当了解我的意思？若是你了解，我继续讲，耶稣就是耶和华，安尼耶稣就有完全的能力，对无？但是我要甲恁讲，总是耶稣有完全的能力，伊嘛互家己成做一个甲人同款，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伊若是无食饭，伊会感觉腹肚枵；伊若是困眠无够，伊会感觉真忝。若有人摕一支棍仔甲拍，伊会流血会疼。若是有一个耶稣所疼所爱的人受到伤害，伊会为着这个人感觉足伤心足艰苦。这就是道成肉体第二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爱互你知影，你所拄着的苦难。你所感觉到的痛苦，伊拢经历过，伊拢经历过，伊拢知影。上帝因为道成肉体，所以伊有资格甲你讲：我亲爱的囝儿啊，我真知影你的痛苦，因为我嘛经历过。若是这个上帝从来毋捌成做肉体，咱真有可能会怀疑讲：耶稣敢真正了解我的苦？因讲真正了解我的疼，因为安尼，上帝选择成做一个有感觉的人来到咱的中间，这是一个表达同理心上好的方法。咱要知影，上帝是一个上有同理心的上帝。讲到这，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9章的28节。圣经讲，安尼，基督已经一摆
拄着险，要来担担做人的罪过。要第二摆对5万伊的人出现来救因，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兄弟姊妹，咱爱特别注意这段经文中间一摆这2字，一摆这2字。吼，咱爱知影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一摆啊尔，伊献一摆的祭，就互咱所有的人类会当得到救赎。为什么呢？为什么伊献祭需要一摆啊尔？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爱了解这个问题，咱爱先来看耶稣受难的这项代志。兄弟姊妹啊，每一届啊，我要分享耶稣的受难这项代志，我一定爱分做3部分来说明伊受难的意义。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肉体啊，受到上大的痛苦。这种痛，这种痛苦是无人会当经历到的痛。你敢会记得罗马兵丁用锁啊甲耶稣拍的时阵，迄不只是一个锁啊尔，迄锁啊的顶面有一种铁做的钩啊。这种锁啊刺着耶稣的身躯的时阵，连耶稣的皮甲肉拢会拆裂开。第二，你敢会记得耶稣要断气的时阵，有一个兵丁摕枪去插耶稣的下颌。你敢会记得圣经讲，这个时阵有啥物物件为耶稣的身躯流出来？血，只有血吗？还有啥物？还有水，对，血甲水相似流出来。为什么有水啊？我甲你讲，这个时阵耶稣的身躯内底已经积水啊。所以我知影吼，咱爱知影，耶稣并不是因为流血伤济死去，伊是安怎死的？伊是身体衰竭而死啊！讲较白，耶稣是活活被折磨到死。这种肉体的痛，不是咱有法度想象的。这是耶稣所经历第一种的痛，第二种的痛是啥物呢？我讲这叫做心急的上痛的感觉。兄弟姊妹，你敢有一种经验，就是你明明无做啥物代志，但是啊，有人啊胡白乱讲话来攻击你。用一寡根本就无的代志来伤害你的名声，伤害你的人格。耶稣受难的第二种痛，心智的痛，伊是一个完全唔捌做歹的人，但是当时遐的宗教家就用完全无的代志来定耶稣的罪，而且要互伊死。你也知影，你甲我是无完全的人，咱讲菜拢有犯罪。但是呢，耶稣是伫一种完全无犯罪的状况下被人定罪。这种诽谤是咱完全无法度了解的一种感觉。这就是耶稣受难的第二种苦难，是心智的痛，心智的痛。耶稣受难第3个阶段是上严重的痛，你敢知影是啥物？兄弟姊妹，你回想一下。耶稣断气的时阵，伊讲了一句话，伊讲啥物？伊讲：“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意思是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放杀我？为什么你离开我？原来啊，咱的天父上帝所定的这个受难的这个计划中间，有一个真残忍的部分，就是天父上帝要完全离开耶稣，意思是完全无上帝甲耶稣同在啊！这是咱无可能有法度想象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因为咱无可能会当想象完全无上帝的世界是啥物款的世界，这是人无可能会经历到的。为什么你知无？因为上帝从来唔捌安尼对待咱。可能你会问讲，上帝无上帝的世界，敢真正会痛苦？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我拄则有讲过，我无可能经历过，所以我无法度甲你分享这是啥物感觉。但是对神学研究来看，这第3种的痛是比第
第一种甲第二种的痛搁较痛。这是受难的第三种痛，是上帝完全的放下。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这段我必须要用华语再说明一次。这段信息我要用华语讲的是，耶稣受难的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这个苦难，就是跟上帝完全分离的这个苦难。它是这个三种苦难当中最痛的一种，最强烈的一种。它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跟心智的苦。有人这么形容这种状态，有人说所谓的地狱啊，所谓上天堂下地狱的这个地狱，所说的并不是人会被带到地狱里面去上刀山下油锅受这些酷刑，这个不是地狱的意思。真正的地狱的意思就是没有上帝的同在的地方叫做地狱，也就是说没有上帝的同在的地方比那些我们所想象的酷刑那些地狱更可怕。为什么我要讲耶稣的受难呢？咱三个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希伯来书第9章的20、60开始看。那安呢？就基督对创造世间以来，就常常受苦，道打伫这个世代的落尾，伊一摆出现本身作者来突起罪。但是因为你要特别注意一摆这两字，为什么我要用足侪时间来解说耶稣伫受难过程中的三种苦难？我跟恁讲，就是因为耶稣受难的痛苦是世上上大的痛苦。耶稣受难的痛苦是痛苦的极大化，因为这上大的痛苦才有法度成就这一摆的限制，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摆这两字，因为除了耶稣，无人有资格，嘛无人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受难的任务，就是无人做得到。耶稣的救赎一摆就完成吗？我非常介意希伯来书的这种表达，就是一摆限制的这个讲法。但是咱若是要了解这一摆的意义，就要先更加了解受难的意义，咱才有法度了解耶稣的限制为什么一摆就完成嘛？好，咱爱继续看今仔日上后一段经文的进程。咱先来了解一条道理。你敢知影？耶稣所赐予咱的救赎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耶稣的死的救赎。罗马人书甲咱讲，咱就爱甲基督同死，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基督的死对咱的意义是，伊会当透过这款死的恩典，帮助咱伫受洗礼的时阵，洗清去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基督救赎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啥物呢？你敢会记得耶稣上天的进程？伊讲了一段话，伊讲：我也要对爸求，伊要用一个保惠师予恁。对这段经文，咱会当看到耶稣应允信心的永远甲咱三个地点。就是讲，咱伫受洗礼以后，咱会当领受圣神带在咱的内面，圣神会时刻提醒咱、帮助咱赢过世间的试探。但是圣神会赐予咱，而且圣神会赐予咱属天的能力甲智慧，互咱会当结出好的果子。这就是基督的第二个救赎。第三个救赎，嘛是上重要的阶段，就是基督搁再来的时阵，伊要完成上后一个阶段的救赎，就是要互咱遮个得救的囝儿真正得到永远的活命。伊的审判对得救的囝儿来讲是一种恩典，毋是定罪。这就是基督救赎的第三个阶段。有以上这个认识以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咱讲末日必有审判，若是安尼，你敢会惊？你敢会烦恼讲？你敢会烦讲上帝来的时阵是要判你死，毋是要判你活？
其实你毋免烦恼，你爱相信你是得救的子民。这个相信是上要紧的代志。当然啦，不只是信，阿哥斯提醒咱爱透过这个好的行为来宣告咱对上帝的信。但是上重要的是，不要怕，只要信。今仔日最后一句的经文是安尼讲的，伊讲安尼。基督已经一摆得到现，来担当最人的罪过。要第二摆对5万亿的人来出现救恩，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兄弟姊妹，为什么我会用这侪时间来说明基督的受难甲救赎？因为你一定爱了解，耶稣第一届来的时阵，为着是清去咱的罪过，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耶稣的受难已经完全处理好罪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拄则有讲过，伊受的苦难是世上上大的苦难，所以伊会当完全的成就救赎的这个任务。安尼讲起来，伊第二届来啊，毋是要处理罪过的问题，是要互咱这个得救的子民得到永远的活命。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的救恩中间上大的祝福。伊搁再来的时，是要完成一种咱完全无法度想象的恩典，就是真正的永生。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搁再来的时，是要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愿你的应允完全成就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性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177首，圣诗第177首，这是中心出发的日子，请咱吟第1节、第2节甲第3节。请起立。是中心出发的日子，上的是三声听痛的带来的，安然有困苦通过去，主耶稣救赎的路，相信宽容大手。放过你我，予世界改变好，心心望中心起错，主诚心坚固咱心志，行出旧的过去，希望吹过有风他里，追求新路。请坐，奉献，这是咱的奉献，请李正的执事甲刘泰山执事来施献。
请起立吟奉的诗。然后这请坐。报告，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安尼，基督已经一摆对着现，来担当一人的罪过，要第二摆对5万伊的人出现来救。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希伯来书9章28节，请。对着现。来担当一人的罪过，要第二摆对5万伊的人出现来救。迄时出现甲罪无干涉。希伯来书9章28节。请咱掀开周报，第一页，澳洲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页，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课程，请咱详细来看。主日后的聚会，嘛请咱家己来看。掀开第三页，教会小组的聚会，每礼拜三暗时8点。请咱就近来聚会。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咱关心代祷。第四页，奉献的名册，请咱家己来看。设施有订单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掀开周报第5页，消息报告。这是咱要来举行11月份的庆生会。请咱的受请来到台前来受祝福，我来念敬请省略。吴潘金雪、陈国图、裴丹美德、宋陈秀凤、陈根志、王万居、陈佑兰、李梦秀、赵淑英、寇阿碧、陈淑贞、李金叶、李应灿、沈景全、陈楚德、郑丽香、简丽兰、李正忠、田丰春、林瑞淑、黄子伦、方秀碧、简瑞杰、陈维民、陈立文、柯雅芳、洪子璇、黄秀娟、王淑芳、彭瑞莹、许丰恩、陈雅婷、梁静豪、赖淑芳、陈恩如、王振林、张佩佳、黄子燕、刘林瑶、黄李秋香、潘摩西、陈梅君、吴一芳、陈婉玲、黄运竹、刘子仁、李寻谦、黄亮渊、赵令伟、王腾毅、蔡乃平、于明月、沈承德、赖和谦、彭国斌、林家和、林嘉文、郑雨桐、郭玉娇、黄德轩。以上的人员请到台前，设施也无伫顶头，你是11月份的受请，嘛欢迎你到台前来。
祝你生日快乐！刷只报告。第二点，下午1:30，第701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加。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1月18，第一点是台湾新学院奉献的主日，欢迎新学生遴选前来请安、分享甲致谢报告。第二点，下主日中昼12点，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三点，下主日中昼12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团队部会，甲圣诞节第4次的筹备会，请部员甲相关的人员出席参会。第四点，下主日的中昼1点，要伫702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五点，教育发展委员会伫11月20日，就是拜六下午3点，要伫701会议室要召开第12届的定期会议。教会消息，第一点，请各部各团契伫今仔日以前咱交这个2019年的预算表、行事历甲小组团契的聚会表，请咱注意。第二点，圣诞歌的购买登记到11月30截止，要买的请到6楼的办公室，宋志堂干事来登记购买。第三点，幸福小组的训练活动日期是伫12月11到13，详细内容请咱家己来看。第四点，2018年第2次的奖助学金的审查结果名单如下，请咱家己来看。奖学金甲助学金预定伫11月25要来发放，请当日礼拜煞直接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各小班伫主日学的时间要来颁发。第五点，2019年下季下学要招募老师，欢迎升国二以上的同学报名参与。有关的时间甲 QR code， 这咱详细家己来看。第六点，有关圣诞福音主日甲参会部分，时间是伫12月16。伫遮有几项要来补充来报告。第一点，咱已经有报名嘛有缴费的，咱请伫即礼拜来确认有要参加无，是讲有要人数有增加，还是要减少，咱伫即礼拜来确认。第二点就是已经报名，但是还未缴费用的，嘛是共款伫即礼拜来做一个确认。第三点，咱即马报名的人数已经有330名以上，已经超过这个咱现场的这个人数所以还佫有增加报名，爱说这个状况有法度讲会用参加无会用安排无阮会尽量来做这个安排所以以上这3点麻烦，咱已经有报名缴费，报名还未缴费。是讲佫继续报名的，咱爱特别伫即礼拜办公室来报告看是讲爱有增加，还是讲有退出的即个部分咱请爱特别来注意。报名原则上是即个额满截止咱伫11月18就是伫即礼拜就爱来做一个截止。具体消息，第一点，本会王立台长老、王淑芳姊妹夫妇的公主、王派义弟兄、甲王顺生兄弟
张雅慧姊妹夫妇的千金王香印姐妹，定伫11月17拜六，就是即个拜六，下午3点伫本会4楼礼拜堂要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暗时6点设宴伫汉平酒店，敬邀兄姐来观礼参加祝福。有关的信息也是婚礼这个登记表咱用参阅4楼这个公布栏的部分。教界消息有3点，请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大道。安，喂，对，写正常吼。来，经过牧师过去即几礼拜一直咧鼓吹讲12月16安怎爱带新的朋友来嘛，对无？头问规长老讲人一定安怎？也满吼，不过牧师犹原要鼓吹，因为食饭毋是重点啦。透早即场主日的礼拜，较是重点。其实头个牧师嘛咧思考即个问题，若无法度去到即个饭店食饭要安怎吼？我想讲，其实你嘛是鼓舞伊来领受透早主日上帝要养赐伊的遮个信息。中昼检查着麻烦你带你的新的朋友安尼家己去食饭，嘛是一个方式，所以牧师犹原要鼓吹咱，鼓励咱带新的朋友来。检查无法度去遐食饭，总是较重要，还是透早即场主日，通过即场主日的福音礼拜，毋望互伊的性命来得到改变。所以毋通因为夜满就无要招人啦，安尼好无？好，头个迄种我要替咱的传道讲一下话啦吼。你看伊讲道一直看过对无？迄毋是伊无准备啦，伊第一条礼拜完全毋免看过，伊拢背过。总是咱怎讲台语？台语毋是伊的母语，台语毋是母语。所以毋望传道即3天的时间，咱陪伴伊，帮助伊会当伫即个中间好操练伊的台语。伊虽然讲毋是伊的母语，毋过伊嘛爱面对即个考试，面对即个考试。所以咱直接用普话声继续大家鼓励甲陪伴，好无？所以安尼讲来，拄着张传道的时阵，咱第一项伊讲啥？讲台语啦，毋通甲伊讲华语哦。安尼较是听伊的表现，好，以上只做补充报告。上营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营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以被上帝相所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咱来做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到阮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电压袂倒。这时，请咱来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